以弗所书第5章，既然恁是上帝所疼的囝子，就学伊言行举止就疼心，亲像基督疼咱，为着咱牺牲家己的性命，做芳芳的祭物献给上帝。既然恁是上帝的子民，一切淫乱、污秽，也是贪欲的事，伫恁中间连讲就毋通，嘛毋通讲邪淫、粗俗，也是下流的话，反倒着感谢，着较实在。淫乱、污秽、贪婪的人，贪婪是一种会拜偶像。基督甲上帝的国绝对无因的份，毋通互人用空洞的话甲恁迷去。上帝会生气，会为着这个代志临到遐个悖逆的人，所以毋通甲迄款人交杂。恁前伫黑暗中，毋过现在已经成做属主的人，伫光明中，行做着有光明囝子的款式。光明所结的果子是逐款的良善、公义甲真理，着查出什么是主所欢喜的事。毋通参与伫黑暗中得做无路用的代志。颠倒着甲因暴露出来，因暗暗坎坎得做的，连讲着见效。一切互光暴露就显明，因为一切显明出来的就成做光。所以有一句话安尼讲：得困的人起来，就对死人中爬起来。基督要甲你照光。所以恁的行为着谨慎，毋通做无智慧的人，着做聪明的人。善用机会，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，所以毋通做糊涂的人，着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。毋通酒醉，酒醉会互恁败坏，反倒着互圣神充满。着用诗篇、圣诗、灵歌对唱，对心底唱圣诗甲诗篇称赞主。着靠咱的主耶稣的名，为着逐项代志，时常感谢天父上帝。恁着用敬畏基督的心，互相顺服。做妇人人的，着亲像顺服主安尼顺服丈夫，因为丈夫是妇人人的头，亲像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伊本身是教会，伊的身躯的救主，亲像教会顺服基督。做妇人人的，应该嘛着事事顺服丈夫。做丈夫的，着疼妇人人，亲像基督疼教会。为着教会牺牲家己，伊安尼做是要通过伊的话用水洗清气，来圣化教会归上帝，互教会有阳光，拢无污点、无条纹，也是其他即款的缺点，正做圣洁无瑕疵，通献互家己。相反，丈夫着疼家己的妇人人，亲像疼家己的身躯，疼妇人人就是疼家己。无人怨恨家己的身躯，颠倒是甲伊保养、照顾，甲基督对待教会同款。因为咱是伊身躯的肢体。圣经讲，因为安尼，人会离开父母，甲伊的某结合，两人成做一体。这个经文启示一个极大的奥秘。照我的理解，这是在指基督甲教会的关系。总是。这嘛适用伫恁逐个人，丈夫着疼家己的妇人人，亲像疼家己；妇人人着敬重伊的丈夫。